军赴考得中了一个军营，凤凰之意，滚快羊毛，凡事有功，万岁继续，官封为杨军13上。黑旗军文出军而来，教主有楼上修得多人，乞讨养生。妇人难请牺牲，人人受到人样的众人生灵气。我心向往到庙中去祈求人，这不过出门要路过田永清家名。田永清他锒铛乾坤将枪门女，对我还是兵民谋亲，前去改本一下。哦吼，来这个喏。我个主人嘛最风流，我理想是去高天嘛是大了，王府上班个到部头，一对个狮子嘛为门口，当家为开嘛是当头，我理想早起酒是酒干个在马路。啥是个学生个新朋友，打了个人们讲风走，啥是有美貌个一小女，我要得意去夹平头，吃个有穿个手，哪个风有个风有，风有个风有。天子中我文章来得草，文本教品读书文是不相好。学生哦，田永清，阿伯爹名叫结果来了道理想做官，官居一职，阿伯嘛不啥都能。上了来我读个丢人，哎，你知道老伙，人们也长在，年纪们也大在，婚姻大事由俺阿伯爹做主，如同北山山里乡的阿囡名叫杨秀英，杨家头人配人夫妻，来了同房之夜。我看一个小猫长得10分之个丑陋，到了楼台，至今上里上得楼上去陪伴于他。哎呀，虽然是老婆讨金债，哎呀是有名无实。想起来的，我的堂楼里向还有我的南京表阿妹，名叫杨思生。伊屋里向只因七星宝剑起下逃出来，到我屋里向等东，
我看见俺个表妹搿只马相啊，哎哟，一定那么特别快速。我几次三番上得堂楼，前去表示他。哎呀，想不到俺个表阿妹总是不肯答应我。嘿嘿，表阿妹呀，表阿妹，哎，人家老话来懂我讲，青山楼台么先得肉，侬这块天鹅肉，迟早总要被我吃脱个。想起来的，我阿伯爹把俺岳父大人来了不断山里向招兵养马，有朝一日这是兵多养足，反进皇城。喏，将这个昏王拿来一刀，我阿伯爹做个老皇帝，让我可以做一个小皇帝在。错，来了屋里向，心中闷啊闷死嘞。里向头还有两个个人，让我叫伊拉出来。里向头个邻居家，哎，跑出来，哎，来对来对对。不听少爷叫，当即问分晓。臣见少军爷罢了。谢谢少军爷，官们何事？弟弟的家，本大爷心中完美。哦，少爷，侬这两根五子多少？哦，工资多少？我有数个，大概老毛病不足，要到家里乡口豆腐娘去摘。哎呀，被侬一批放着摘，我正到来了想豆姑娘，弟弟的家。那有啥个好办法吧？办法倒有个，只要哪有法子，我有个是银子。喏，今日年日10句，天机庙烧香8个之时，府门外面红儿绿女的豆姑娘跑来跑去，以致我的之间讲，侬拿着千里金。站在府门月台上面，看着一对对这个豆姑娘，少爷公子开口，阿拉动手，抢回不来，横青霸道，撕掉一扫，哎，捆刀一扫，上出儿子一扫，一个走后上，一个走黄旁，痛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上爸爸儿子一扫，一个做长女，一个戴凤冠。弟弟的家，哎，哪里来讲？今朝只是2月19，到庙里向去拜菩萨个大姑娘烧交关多。哎，这个必须要路过俺个府门口。弟弟的家，那么让我大爷乐队高头跑大去，那杨家头人来了府门口等动，凡是有女个路过，那不需要帮我拦牢，在我到大爷欢喜对这个我的那帮我抢。有主子，快点到府门口时，跟着我来，让我到乐队一走。有婚当伴多欢迎，多欢当伴将路。当官去在西方。
好极了。青天不测有看将救命，让我再过一遍困住言辞。救命啊！说你你们两位小姑拉拉叉叉做什么？侬个江湖先生，好管不管，他不管了。这个大姑娘是阿拉田少军耳中心爱之人，我听啊，妈，这种你再说，你家少军呀，田公子见他喜欢把他抢回家去，一直不错，侬管着什么？两位小姑，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我的妹妹。啊，阿妹，是这个阿妹啊，半路里是这个陈要去买的，不相信，让我去问问看。哎，我相信你可以问来，她是我的妹妹。老姑娘，这江湖先生讲，伊是侬个阿哥，侬是一个阿妹吗？弟弟不差。哦，是一个阿妹。没有错。那，还跟人个不？给两个人老子来了，我兄妹的，侬这边也是侬家父，侬是一个阿妹，给你到这家个名个讲。哦，那我讲个来，侬去讲。喂，江湖先生，什么？也是侬家阿妹，侬先说的是吧？我是姓这个的，找吧个。不是找吧，是姓这个是不啦？真是。老姑娘，那姑讲过也姓这个，侬先说是个啦？我也姓这。侬个眼珠啊！其实我还要赔，那姑姓这没是当然姓这了。我那是兄妹嘛，那么拿我进去哦，完了听那个到底是兄妹。好，你们两个人在这一边。我与我妹妹说好了，那么要是我妹妹喜欢的话，我把她送为你夫。好，妹妹请了，哥哥请了。今天不热，因我不见门讯，忙有哥嘛。莫非江湖先生问我家住哪里？哥，妹妹不要慌，慢慢地说来。三叉东方一金啊龙，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在东城。飘到水里母影中，莫非他讯息？大娘之中我为愧，西天花木这样梦。谢凤喜，妹妹知道哥啊？为什么不见兄长微信到来？这位姑娘好生聪明，我倒问起她的名姓，她也倒问起我的名姓来了，给我打个样呗。啊，妹妹，哥，为叔叫你做这件大事，你有没有做好啊？做上大事，叫上框框，乃是一个绝事。小妹已经做好了那么妹妹，为兄叫你做一顶帽子，你可会做啊？小妹也做好了。那么再加上一双须子呢？姐姐做我为主就好，那你先回家而去，万事有为兄在此。江湖先生是最文静哥哥，母亲在家等我，为小妹要走了好，你先走，我跟着再来。是。做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来，别上了少主一口中的大姑娘，
弟弟妹妹好地吃噶。哎呀，有我在，你们怕什么？先让我妹妹回家，不要小娃了与她。哦，侬是给舅老爷是不啦？让开，妹妹走吧。哦。你是吃草王，要是把我妹妹小娃了，岂不是你在少主爷面前又要责备于你？不管不管，那好舅老爷，请。好，这样个小姐人，我倒要看看于他。有请赵姑爷来了。你这边讲，豆姑娘您呢？豆姑娘来噻。啊！操！好端端一个豆姑娘，为啥带来个国务先生来？喏，大橘子，新娘子没到，老婆妻先到。哦，莫非说来他就是我的舅兄？哎，啊，只是几个舅兄。严少爷面礼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走。不客气了。哎呦，舅兄，看侬这副打扮，莫非侬是跑东过西，被人家出事看相过？出事看相，点点不错，我是一个江路人。好，今朝子我有一个事，叫侬来出，侬可会出得？你当这来听着，天嘛不讲天，亲嘛不讲亲，八字分两边，十字在中间。这就是一个相。哦哟，出老母子有人啥位们呐？这个是我阿爸爹亲的先生教我了3年6个月了。这出老母子一窝马上被踩着噻。严少爷，我可猜对了。对。既然已经猜对了，没有我的事告辞。慢嘞！为什么？舅兄，既然侬自猜的家准，侬肯定俺会说日子，那么侬帮我排一排，啥个辰光是好日子，我把那阿妹好摆到不成去。什么？你要与我妹妹成亲拜堂？哎，对呀。哈哈哈！哎，笑什么？严少爷，你是一个聪明人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江路人，跑东过西又没有亲人，哪里来的妹妹呀？啊，别跟他讲啊，哪个也有妹妹个？那不是你我个事吗？哼，你们两人是出闯王，请天不是在大高之上强抢民女，我乃是旁当不便。嘿，他在家务先生，侬不给他手头上进来动处，侬要晓得我不是好大哥小田有啊！你枉为是个官家之子，尽管锒铛乾坤强抢民女，你难道莫无忘不了？侬真当是出来用心报纸担心，老子跟侬讲，满18人就是我阿爸爹下朝而来，也要恭恭敬敬喊我一声田少君。今朝子侬请归来磨起我来讲，马六方不但是马，我当年口当着打，我杀出家头从来没尝着打的味道。侬胆子介大，侬打打看，侬打打看，不行我就侬打打看啊！好，别讲，打个臭老母子，你给我放起来，给我死！哎呦，叶少君，不对，去那个跑外的，走什么？哎呦！哎呀，弟弟啊，这台里向有点花团惊动了呢。这多是了。那个会抖会得抖
得，我不晓得。侬不晓得，我也不晓得，阿拉大家不晓得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有请绍兴师呀！啊，有请绍兴师呀！来，小主任，这个老师手动。啊哈，来这个侬。长有长，哎呀，头有头，胖有胖，那个壮有壮。侬吃得我乐强不王，吃不我乐吃拉一记个狗笼变魔王，嘿嘿，变魔王。这个绍兴人可见少中呀的，是呀，罢了。那，坐动。哎，告诉少中呀，侬哇啦喊我绍兴人，又说了几头。喏，这里向有一只台，不晓得台里向有啥个东西。那，侬帮我去看一看。哎呦！做国人的领的呀！天是君，君是臣，臣代女是者。许小娘伤心走过。家住四川成都府洛阳县城市，周阳亭一子周文静，一十3岁早日红名，一十6岁得中一包佳女，父母双亡，守孝3岁，一十9岁上京官考，得中头名状元，官开羊毛凡事有功，官封为两京13上台天锦衣，亲自不女林中。三不到不是朝风暴气，谢在儿子，谢在儿子。少秋呀，啥个东西啊？都是听不大有，少秋呀，我哈死你，等，是呀，侬看了这只台，为啥看还没哈死的？这台里向到底有啥个东西？侬快点报告出来呀！不能搞的，侬晓得这是啥人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两京13上台天锦衣，把地府里个老爷关进里头的，要是啦扬州人，不是我绍兴人，我要举起。哎，是呀，侬啦不要哈，侬晓得这个人老早被我拿下了。哦，拿下了？是啊。完好，考了大的，原来以为是杨金13上。是呀，要是不过个人逃出去个话头，侬我连俺阿伯爹性命都要保不牢个，快点想办法叫伊有来无去。想办法，有同的少中呀，把个赤老帽子绑在后花园不一样的。阿拉田府里向兵临边墙，要是有的某将军，是以夺棍一根打死他。对，点起来讲这个外国报到花园不一样的。哦，晓得的。里面原来某将就哪里？有听方正教，上前为恩分晓。结果上屋君爷罢了，谢少君爷不知唤我出来后事吩咐。过来听令。我是侬无话夺棍一根，你去到北洋亭将周文静来过，与我活活打死。对。
给我下去！哎呀，是呀，说想啊，地府里向是元代末将军兵临最高，本人满身是三棍，又是一棍打了去，人啊保死他的。这个外国打了三棍，灵啊不灵，动啊不动。我看伊是牙精在山上，又神灵无声，梦也不杀死的。哎呀，少兄呀，快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哎呀，这。有个同志，姐，阿拉田府里有的是阴道机关，把个赤老帽子打在土牢，上面用800斤重的铁鸡笼抓牢，749年，叫伊化为龙兄。对，此办法好。提起来讲，将这个外国的人衣裳统统把我剥落，关在土牢，那么叫说人去关去了。关门口需要可靠些个，是个，咱们年纪大些个，年纪大个叫地门老总关去关好的。好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哎，是呀，侬办法想得出来的。那，李乡头，我不能去吃老酒去的。早就要请罪呀，请。也想养青山，这可惜他家遭埋门，如今是屈人理想好伤心，死不了向日为民不光明。奉他之命去卖花费，哭啊！不听得里面传开叫哭声。怎么里面就有人叫哭？哦，莫不是田少爷又在海上了？看天色晚早，倒不是在这里呀，听上一听嘞。天哪！听声音好像是男的。假是自传人都风，华阳院改官最佳名，最问君算是我的命，忘去了杨金1333出金人。一往四方的扬州人，小弟用为人，他狠心，他把我关在土牢门，我要我了人生，我求一求天下好心人。叫我这大恩大德用尽心呀！我知道里面讲过的是好人。
今日害他人家老门，他人啊，可惜我是个小笨人，没有能力救你命，我只好不过还是出了门。小妹大姐，我刚想走，他倒还知大知小知来了，还大知小知做什么嘞？倒不是在私语听着也听。小妹大姐叫俺连嘴，求求你发发慈悲救我命。倘若你今日救我出了命，我万岁分前去走本。小姐做过大夫人，丫头做过二夫人。他人话儿我听得清啊，想不到他人多情人，他把那腹中的小知大知句他明，他恩他的永志心，来日他能为朝康，小知做过大夫人，丫头做过二夫人啊，只不是花开无语结晶天。想不到这位大人却是个多情的男儿，他说道要是腹中的大知小知去他命，小知做大夫人，我哪可以做二夫人？哎呀，不但我家小知的终身可以着了，他是个情爱为在糟糕，那我小知的血海冤屈不可也为生情理。哎呀，这个大人我得要把他举出来，这是举出来也得要容易呢。他偷了的一事又不在我的身上，这老婆怎能经得去呢？咦，那边有个关门的老伯伯，这一事嘛一定在他的手里。哎呦，来人呐！哎呦，来人呐！哎呦，来人呐！哎呦，多么事情，原来是一香啊！老伯伯，哎呀，一香，你怎么坐在地上啊？老伯伯有所不知，今天我奉了小知之命，高峰去买花水，想不到一不小心把家都女伤了啊！哎呀，既然你家做女伤不好，哎呦能看起来嘛？我为财了。对了，回来屋里。老伯伯，这女伤了，走路都不会走了。要是不买来花水，小知要骂我的。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。帮什么忙？你尽管讲来。我想叫你请我到高峰去买50花水去。哎呀，也行啊！啊，你我都是小本子生，你我同病相怜。可是我帮你什么花谢倒是可以啊，可是我奉少中医之命，尽管这个土老命也是有最不开呀。哦，原来老伯伯是在怪外人啊。哎，老伯伯，我倒有2件姊妹之茶。讲，那你们帮我去买花水，我们坐在这里接你怪外人，这岂不是好的嘛？你请我怪外人啊，我跟你去买花水，两不耽误。老伯伯帮帮忙吧。好了
好了，其实是把你是没什么花心呀。哦，我是花心，都不要紧的。那这里有银子，快拿去吧。这里有2两银子，多下来的，你尽管吃了去。你呀，其实是这土老门你要关的了，我去吃酒嘞。喂了，老爸，我问你，问什么？老总的钥匙是不是被你拿着呀？是藏在我的身边。那你应该把钥匙也交给我呀。可是里面关的个窗外，怎么这样子？你真是老糊涂了！要是等一下少军来开外人，追不进去又没有钥匙，那岂不是我要被他骂死的？哎呀，对呀，真是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老爸爸，你快嘴巴！可你要关的了。剩下的银子吃了去，快去吧。老爸爸已经骗了上当，去到法方，时间不多，连我还是这个土老门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在这花园听到你的哭诉，我是来娶你来的。你来娶我来的主席大人，不知道你有多大本领？我没有本领啊！哎呀，你没有本领，你可知道用800斤重的铁骑龙把我罩在身上，我只能出去呀。什么？崔大人身上也只了800斤重的铁骑龙？哎呀，我虽无8斤之力，这800斤重的铁骑龙真是哪能是？你想到底，你的好意我心里呀，免得你受的，你还是委屈吧？委屈？既然来了，我就是死也要拼上一拼，里面等着带我当块铁骑啊！把我关死在这里，如今最大分原来，连我把孙夫人也想拿在身上，是他一定是他的。想一辈子
醉在哪里呀？大醉，你是不是醉大醉？这个我在弄醉吧？大醉，哎呀，崔大醉，你怎么不出来呀？今我不能出来，为什么不能出来？昨日我出生入体，难以出来。哎呀，你没有穿着衣裳啊？哎呀，这时候是好。哦，对了，对大醉，你在里面等等，我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。大醉，大醉，崔大醉，来，快把我的衣裳穿上啊！这是大醉。女人的衣裳，大姐，这衣裳是谁的？我的呀。哎呀，我穿不来的。哎，为什么不穿？女人这衣裳我不能穿的，穿上去是要压过云的。啊，穿了女人的衣裳要到过云的？那我来问你，问我什么？毕竟爹父之间，你可曾穿过女人的衣裳？红衣裳。既然是此，你怎么会下在土楼之中的？这不要这个那个，快穿上！对对，大对。这桩事情啊，要是花仙马回来了，小姐，我没弄讲花仙马，我没去买过。那你既没有去买花仙，算了，先拿银子来吧。花仙马银子也没来。哎呦，大半天边，便是放纵了你，今个人这点事都做不了，你。实在一里倒水罢了，啥是怕无言，家规难杀。小姐不要生气，我往内总是有原因的。你做什么原因？那刮来刮去，总刮地少劲不好呀。不要说啊！
表兄与娘找你什么了？我要再起来讲。你死丫的，起来吧。小将，李少君啊，遇罪害人啊！此话怎么讲？喏，今天我追到家里，没去花园里向一听，想不到土楼里面走出来有人在哭，我啊想听上一听，想不到一个人啊飞动一杯，就是梁金石山上最文静哎啊，是周大人啊，就是梁金石山上周大人，那他走到地府来，一被我表兄放箭。人家周大人乃是私营册房，想不到背着李少君所拿，我要把他关在牢房。我听他可怜，故所以把他举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把周大人举出来了？你真是笑话来了！你个薄纱女子，出手空缺，你既无诈欺之力，怎能取得了周大人？小姐是人不信，我会把他带到小王来了你。怎么？你把周大人真的举出来了？我没有骗你，你怎么把他大人领带来了？哎呀，小姐帮他到罪，一道男女谁谁不起？哎呀，你呀真是糊涂了！这青天白日，这上夫都是他们的眼睛。要是青天白日把周大人放出去，岂不是白白救他了？这个小姐举名呀！这小丫头便是聪明伶俐，实来到言语里，方一道举人一名，身高7尺为度，周大人领带不方便给予他，唯恐他日我家就能报。小姐，你为顾虑什么呀？好啦，我啊女力不够，那你去叫周大人来。小姐，你同意了？哎，有请周大人。大人，我家小姐想去。是的嘛？什么是得是不得的？快来吧。医生啊，那周大人他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不要奇怪，人周大人啊，被他们剥去了衣裳，我所以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把自己的衣衫给他穿了，我儿他这样子副样子呢。哦，医生啊，你可真记得，我们淄博上上为了起身保健气候，女不能长道，只能进，只是穿过的衣裳，快带周大人去换上吧。哦，去我呀？去吧。哦。小姐，我把周大人就揪出来了。李永清啊，一定不会放过的，让我再去当听当听。言之以理，你快下流当听去吧。哎，李香，哎，当心啊！小姐，你去吧。周大人。小弟，大声不帮手下，表弟他家头。我来。小弟，不管我一时鲁莽，今日苍上累的，再望表姐多多原谅。周大人，我别客气，是我一向距离而来，都是我家表哥不好，我得为表哥
百里呀！不敢不敢，小姐，请问你家表哥是不是田永庆？你小姐，自若大声以所为之，你是。小早来到娘这表记甚是好生气，相关前之名啊。让我有朝一日替人与你拜。哦，多谢季大生。季大生，方才我差一想下来当听，杀一封信订来报知，海里受惊了，不妨撒手。多谢小姐，你我请定一下。为一